心想事成第15條法則，人生觀能導致人生好壞。一個人嘅存在就係佢思考嘅表現，而一個人嘅人生就係佢如何設想人生所造成嘅結果。一個人嘅存在就係佢思考嘅表現，呢句話係美國知名哲學家愛默生所講嘅。一個人嘅一生就係佢如何設想人生所造成嘅結果。呢句話則係羅馬皇帝，亦都係偉大哲學家馬可奧里略所講嘅。而呢兩句說話可以話係潛意識嘅真理描述得最為恰當。有一次，摩菲博士喺舊金山遇到一位覺得自己好不幸，對未來完全失望嘅某公司經理。佢對公司嘅董事長同埋副董事長好不滿同埋好嬲。佢對摩菲博士講：呢啲人都反對我，因為佢哋心目中有糾結，所以佢嘅工作成績一直下滑。身為公司股東卻沒有辦法分享紅利。換句話講，佢正面臨住人生嘅危機。於是博士勸佢每日早上起身嘅時候，用平靜嘅心情祈願嚟肯定自己嘅價值。喺公司入邊嘅職員個個都忠厚老實，態度誠實，工作認真和諧，對所有人都充滿住善意。佢哋係公司成長繁榮重要嘅一環。我願意喺思考同埋語言方面都對同事同埋所有給予愛心嘅善意，因為我嘅潛意識會透過我嚟決定一切，所以我喺工作上同人際關係方面都可以做到最適切嘅處理。我自己同公司全體都充滿住和平同埋和諧。而家我心目中充滿信心同埋信賴嚟迎接全新嘅一日。呢位經理每朝都默念3遍，終於感覺到呢一個確係真理。每當心中產生恐懼同埋憤怒嘅念頭，佢就即刻說服自己講：我心中經常充滿和平、協調同埋寧靜。自從佢重新開始調整自己嘅心態，過咗半個月，公司嘅董事長同埋副董事長都極力讚賞佢嘅工作成績。圓夢小語：成功者想他要的一切，失敗者想他不要的一切。如果你聽完呢條法則有任何心想事成嘅事件發生，記得返嚟留言俾我，仲有 like 同 share 俾大家。